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花莲市北滨街角康乐街口一栋大楼。当时这个1楼的早餐店有10外个人等咧食早顿，地动开始摇，愈摇愈大力，头家甲顾客拢着青惊，赶紧走出去外口。后一秒，规栋大楼就斜落去，起单起，1楼变地下室。2楼的住户赶紧为窗仔门爬出来逃命，迄个场面是互人看甲心惊胆吓。好在加在真万幸，无人伤亡。下楼有人，有声音，有声音是，有一个阿伯走出来，有事啊！地势大楼规栋倒去，好心的民众嘛想要知影讲，佫上级会走出来。虽然佫有几人住户为铁片厝内底爬出来，涂骹真侪碎片撞啊角，画面是真惊人。上面里面还有人吗？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。情形是介危急，真侪人含裤都袂好穿，赶紧撞出来。地动是大到含监视器画面，害甲强要看袂清。虽然看到一群人为厝内底撞出来，后一秒大楼1楼熊熊无起，现场的土沙火势硬硬飞，住户嘛拢全部走去对面的大楼。这栋厝就伫咧花莲市北滨街16号1楼是早顿店，住户伫咧消防人员赶过来进前，就先家己走出去。消防人员赶过来了后，嘛赶紧顺现场的进行。关掉，这是你们家吗？对。上面还没有人。有几个？有好几个小孩。哇。那规栋大楼全部倒去，含铁片厝下底机车嘛受到风台劈。大楼内底住户有全部互救出来，啊那偌侪人受伤，还阁伫咧较轻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